头拄听到的是地动中心上新的说明，因为昨昏花莲大大细细地动是一直摇，尤其是半暝啊发生这2桩规模6以上的地动，拢是即马地动中心讲拢是4月初3花莲大地动的地动尾，嘛因为这几日花莲的地动尾有变较接，所以花莲县府就宣布，伫今仔日花莲市停班停课。地区一直更新，花莲规暝真未线，今日透早2点26分，东部海峡发生岁数规模6.0有关地动，随期不到6分钟了后，透早2点32分，花莲市方向阁发生规模6.3的地动，尤其这2个规模6以上拢属于极浅层地动，全台拢有感觉，上大震度伫花莲五州，民众规暝无法度安心啊困。我们下午开始就开始在有地震今天凌晨的时候就特别大。交通受阻，加上有大楼出去，地动尾也无转回的现象。花莲县府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，县长市政会呼吁乡亲唔通赶近出去大楼甲危险建筑物，尽量踮伫空旷所在。大小余震非常的频繁，也不断。我想今天大家也都在这个惊惶恐惧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所以请乡亲这个如果能够到空旷的地方，尽量到空旷的地方，那不要在大厦里面。为昨下晡5:08分到今日透早发生的地动，地动测报中心研判依然是0.03地动的地动尾数列。到目前，指定价地动尾已经超过1000个，其中规模6到7有4个。主要的一个余震分布都是在北边，所以在做过能量释放以后，南边就是比较靠近震央，主震位置的南边，相对它的一个应力调整过来以后，这边的应力变高，所以在比较浅的位置，因为应力调整的关系，就发生了今天凌晨这个2起的一个6.0以上的余震。今日透早5:31分，花莲阁发生岁数规模5.7地动，上大震度伫花莲盐寮达到5强，天现光，暗过规楼头前的看板依然一直响，现时一直负地动尾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为今开始天气无稳定，地动尾阁真济，民众爱记准备防震措施，唔通听信网络谣言。地动其实是无法度预测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